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。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之後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嘅消息啦。今日就揀咗第六場同大家研究下4班1200米嘅賽事，預計會擺前面嘅馬有北地烈馬、鼓浪好友、家家有福同埋風采人生，步速預計係正常嘅。狀態比較差嘅馬有5、6、8、10、11、12，咁啊可以畫咗佢先啦。狀態比較突出嘅馬有龍奧力羅啦，大家就可以喺畫正嘅馬入邊揀自己嘅心水啦。咁我都揀咗我嘅心水俾大家參考下。首先係2號嘅標之浩瀚，咁啊進步緊嘅3歲馬啦，初出嗰場呢就跑過第2啦，做嘅時間仲要幾好嘅。咁啊輸俾隻喜慶寶嗰隻呢就起碼都3班馬啦，狀態就未十足噶啦，同埋53分呢要孭呢個榜就蝕底咗啲啦。但係你睇呢組啲對手呢，跑個質都夠噶啦，咁我自己就會搏下佢啦。然後就係7號嘅鼓浪好友，咁狀態 OK 嘅，抽到個3檔啦，檔位好過上次啦。對上贏馬嗰場咪就係贏而家同場嗰啲真王啊、風采人生呢啲咯，咁都係希望同一個跑法放頭搏走得甩啦。然後就係1號嘅遨遊波士，咁狀態保持到嘅。連續幾場都跑得近啦，潘頓納肯繼續騎嘅，咁但係就冇乜運啦。今次抽過12檔，咁照計呢都係俾人頂喺外碟咁跑啦，咁都會近嘅，拖埋做腳啦。然後就係9號嘅龍奧力羅，跑法被動啲啦，要後上，但係佢跑爆發力呢又唔算真係好強嘅，變咗贏就有難度啦，但係就追得近俾你嘅，咁都要拖翻佢啦。另外言之有理都可以留意下啦，咁佢啲問題呢就改善緊嘅，可能會有驚喜嘅。花香月明呢就有潛質嘅馬嚟嘅，咁趁有賠率嘅時候就可以開始跟進啦。另外之前1月底嗰排都同大家提過啦，蔡約翰嘅發力期呢就開始咗噶啦，咁可以繼續留意佢啲馬啦。第6場賽事分析過，咁就睇下啱唔啱你心水啦。如果想知道我臨場收到咩消息到咩馬嘅朋友，就可以加入我呼風喚雨嘅群組啦。可以睇下我頻道簡介或者發信息俾我查詢翻。咁就下個賽馬日再見，祝大家好運。